这第一次看到，我本意是晓得人出来。他走过来，他很慢。里面3圈，这边里面4圈，这边4圈，这边3圈。他的裤子有点大，有点大。啊？你裤子太大了。裤子。他咋着你？太宽松了。随时扎裤子啊，是不是？
可以季节要开了。那项目，他是要不开，我说他要不开。又来了，罗马那边跑过来，那个要钱的跑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写的比他字写得好，写得那么长，说书话，有老头子写的这个。主播看一下，主播在榜2啊，主播在榜2。这个来了。基本全部过来了，是吧？那边不让跳了，现在。